阿广，青柔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才死了呢！你又穿上太监服了。别说了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拍戏呀。什么真的？不是，这不拍戏是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是在梦里。阿广，真对不起。你看我做梦都没给你安排个好角色，回去我请你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说，是不是谢言成派你来的？问别人事情还这么凶，加个请字会死啊！平时被你们这些大牌欺负就算了，可今天啊，我的梦里我做主，我就不说哎。说，是不是？吓唬谁呢？这破道具我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儿个姑奶奶我呀，还就不啊！血！青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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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广，看见你真好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别人拿剑指着我啊，但是呢，我坚贞不屈。然后你就把自己送到刀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说做梦不会痛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到痛了呢？难不成我们做了一样的梦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刚才那些不是梦，不是梦，那是真实的。那我去得找制片主任呢，我可是算工伤的。哎呀，你先看看周围。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阿广，你早被几个丫鬟给换了，你才发现啊！哎，笨死你算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？青柔，你听好了，可千万要顶住。刚刚那些不是做梦，更不是在拍戏，我们真实的在王府。王府？不对，你让我想想啊。照这么一说的话，确实好像是这样的。我看刚才的那些人啊，都不是咱们剧组的，而且呢，我也没有看到导演，我也没有看到孔双双。哎呀，孔什么双啊？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青柔，你还没发现啊？我们现在也许好像保不齐跑不了就是穿越。啊！我不信，我小点声！快回家！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保不齐啊，我们就交代到这儿了呗。不行，不可以！开门！你们快开门！快开门！你要再这么关着我，我就告你绑架！啊！开门！开门呐！王爷，刚才听他们说的，好像真的跟二王爷无关。但是他们说到了是穿越过来的。穿越？你可知穿越的意思？是不是他们的暗语啊？他们不是要回家吗？放他们走。开门！开门啊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，你们知道啊？开门啊！哎呀，都说是古代了，你就别瞎费力气了。阿广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我也想回家。哎，不过他们今天在审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的那个桥段，就是孔双双被土匪劫财劫色，然后跳崖自尽，有人相救的那场。哦，我就把那个桥段啊原封不动的搬了过来。
我觉得我讲的也算是声情并茂、声泪俱下吧，他们应该能相信吧？他们会相信吗？哎呦，不管了，阿广，我现在就想回去，不想待在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觉得当务之急，我们是应该想办法离开这里呀。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快走啊！快跑！王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，脚都快断了，现在就刀架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走一步了。你在我们身上装了 GPS 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被你抓到了？王爷，要怎么处置？这位王子，贝勒，少爷，你看我跟你远日无忧，近日无仇的，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一看就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什么姿色，杀了我，你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感的。带回去。是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想干嘛？你说句话行不行啊？王爷，你故意放走那个尹晴柔，他也没有去找二王爷，是不是就证明他和那个阿广并非是二王爷的人？依我看，不如干脆杀了他们，宁杀错，不放过。尹浩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嗜杀成性了？既然不杀，要不然就放了。他们也待了这么多天了，想必家里人也会担心。放？哼！在我没想清楚怎么跟他算这笔账之前，他休想迈出府门半步。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你看我来这几天就迅速适应了，你呀就得学习我这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。切，再说我觉得那个冰块脸也并没有想把咱们怎么样啊，抓来这么多天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除了不让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啊。还没什么不好的，你都成了太监了。哎，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也是古代人吗？哎，再说，我觉得太监没什么不好的。现在府里上上下下，反正是雌性动物，都对我好的不得了。幸亏我掉下来的时候，兜里还装着那个便携的化妆袋儿。老娘吃饭的东西还剩那么一点儿。只不过来之前斜挎的那个化妆箱不见了，好贵的。哎呦，还老娘呢！你心可真够宽的。不然能怎么样？每天跟你似的，愁眉苦脸的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哎呀，我这几天呢仔细想过了，我们穿越过来呢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啊，我们只要再找到那个东西，就一定能穿越回去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们怎么样找啊？哎，导航地图还是卫星定位啊？那我们也不能总待在这儿吧？再说了，那个冰块里，谁知道他要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你非礼了他，所以他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状，爱上你了？胡说八道，谁非礼他了？完蛋，谢延琪，管老娘主啊！阿广，
我好像知道我们要从哪里寻找穿越回去的方法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我就说嘛，那个丫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哼，你以为有颜齐哥哥替你做主，你就万无一失了？走着瞧。你想啊，我们拍戏的那个地方，说不定就是某个朝代的遗址，我们一定是动了那里的机关才穿越过来的。我们呐，只要找到相近的地方，就一定还可以穿越回去的。我高考历史是交了白卷的。那你总该知道我们穿越过来的地方吧？哦，就是你掉下来那个地方。这个嘛，我是个路痴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哎，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要我说啊，你还不如去求那个冰块脸，人家好歹是个王爷，分分钟就能调动几百号人，甭说几块破石头，连钻石都能给你找出来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阿广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讨厌。就这么定了，给他来个美人计。4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哈。一点？是一点都没有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过啊，你放心，谁叫你有我这个一线造型师呢？真的？一会儿啊，给你整整。启禀王爷，小姐她怎么了？派人看着还能又跑了？不是的，小姐她病了。是不是太白了一点啊？别闹，这个叫西施妆，病态当中啊透着妩媚。哎，一会儿啊，可是考验你演技的时候，你可别给我掉链子啊！放心吧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！再说了，跟孔双双那么多年的剧组是白混的呀。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王爷，进来。参见我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喜儿，你先下去，我与王爷有话要讲。是。王爷，请用茶。加油！王爷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一个大活人在你怀里，你说推倒就推倒了，你还懂不懂得怜香惜玉？怜香惜玉，本王是不懂，不过欺瞒本王的人，倒是没有一个好下场。王爷，也不知道为何，这会儿我胸口疼得厉害。你的病，依本王看来，一般的大夫是医不好的，不如让独孤带你出去，寻一个更好一些的大夫，如何？也好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王爷，其实小女子这也是老毛病了。我这儿有一张药方，只要找到上面的药引，小女子就感激不尽了。启禀王爷，皇后娘娘见到。母后，可知她为何而来？
皇后娘娘有旨，宣尹姑娘见驾。我儿臣参见母后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，祝皇后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难怪我们家老三要把你藏起来呢，果真有趣啊！你说你叫尹晴柔是吧？嗯，起来说话吧。哦，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我还真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老三呐，儿臣在。我听说你府里藏了个美人儿，我还不信。今日一见，果真大开眼界。唉，也罢，你要是喜欢，就把她留下来吧。以后封个才人什么的，母后也不反对。我们家老三长大了，知道找女人了，不如，母后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行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姑姑。哼。老三呐，你终于要选妃了，母后有多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没说要选妃啊。那不行，我已经答应嫣然了。你要是想把那个尹晴柔留在府上，你就必须选嫣然为妃。母后，我留谁在府上，还需要通过嫣然的同意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坚决不选妃。您是否先操心一下二哥的婚事？你以为我没想啊？你大哥突然战死，连个王妃都没选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啊！所以你们几个的婚事必须我亲自操办，谁也不许给我找任何理由说不要，必须给我立刻娶妻生子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也是你们的责任呐。母后，这长幼有序，二哥既没有成婚，您自当先去找他。你以为我没去吗？你二哥为了拒绝我，差点出家当和尚呢。我警告你，谢延琪，你们两个谁也不许找任何理由来对付我。我今天来了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还不走了呢。千万别啊，母后，这您要是不走，父皇怪罪下来，儿臣可担当不起啊。那你就答应我娶嫣然为妃。这绝对不可能。来人呐，在。回宫把我的枕头拿来。是。以后本宫就在三王府就寝了。慢着。行，不就是选妃吗？儿臣选就是了。但儿臣要娶的王妃，不是那杜嫣然。那是谁啊？尹晴柔。哎，李长啊，你说他们都进去那么久了，又没有我们什么事儿，要不我先走吧？哎，姑娘还是再等等吧。1、2、3，别晃来晃去的，没规没矩。嘘，李长，你站那不累吗？要不要陪我一起做运动？不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Hello。
总算溜出来了，刚才可把我累死了。我得到消息，看你一直没有出来，我就猜到一定是王爷和皇后聊天，把你给忘了。于是我就让天龙把你叫出来透透气。对啊，你说他们两个愿意聊天就私聊去呗，干嘛让我站在聊天室外面？哎呀，真是无聊死了。我刚才太紧张，忘记自己没有吃饭了。这是我从永安楼特意带来的，就知道你被王爷关着，肯定吃不好东西。看来现在带来正合适。独孤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的事儿，谢云奇有没有罚你啊？啊，我看他那天气势汹汹的，我还担心你来着。谁知道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早知道我就不跑回来了。你是为我特意回来的吗？对啊，我知道你是好心帮我溜出去，可是我不能连累你啊，所以我跑了一半我就回来了。现在想想可真吃亏。放心，你不会吃亏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独孤远有债必还。停！我可不想再让你欠我什么，而且我们是朋友，而且是那种可以借1两的朋友。那在下真是三生有幸，能够交到你这位朋友。彼此彼此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我吃的很难看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特别。真的没商量吗？除非你不想抱皇孙。你那丫头来历不明，可儿臣喜欢，她又不漂亮。可儿臣喜欢。你看她干瘪的样子，万一以后生不出来怎么办？可儿臣喜欢呀。你，好吧，好吧，让我想想。摆驾回宫。母后当心。姑姑，尹清柔呢？啊，回皇后娘娘。尹姑娘，她刚刚已经走了。没规没矩的。儿臣恭送母后。李正，王爷，他人呢？好像去花园了。没规没矩。尹清柔，怎么是你？是谁让你离开大殿的？反正又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谁说没有你的事了？尹清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母后这次过来就是给我选妃的。我告诉她，我已有了王妃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动了。王爷，独孤，听闻王爷要迎娶王妃，在下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提前送2瓶好酒，预祝王爷百年好合。独孤，你这是真心的吗？王爷为什么觉得我不是真心的？我当你是兄弟，
今日你老实告诉本王，你是否对那个尹晴柔有意啊？我说过，我关心她，只是因为她是王爷身边的人。王爷，我可否问一句？但问无妨。王爷是不是真的要娶尹姑娘？当然不是，连你都看不上的人，本王怎会喜欢？我不过是用那个尹晴柔来吓一吓母后，看她日后还敢逼婚于我。其实，杜小姐也不错。这世间再美好的女子，也注定与本王无关了。这世上啊，唯有好酒不可辜负。既然你都来了，就陪本王喝上2杯。在下定当奉陪。什么？表哥要娶那个尹晴柔为妃？姑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嫣然，不急啊。我4个儿子里面，老大最英勇，老二最孝顺，老4最风流，唯独这个老3，从小沉默寡言，从不爱与人说话。所以他的王妃呢，除了能帮他打理王府事务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以外，还能帮他在朝堂上笼络人心。所以哀家一直都觉得没有人比你更合适，更何况你还是哀家的亲侄女呢。放心，哀家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成为我的儿媳妇呢？话虽这么说，可是3表哥那性子，怕是姑姑您也拿他没办法呀。是，我是拿老3没办法，可不代表我拿那个尹晴柔也没有办法吧？姑姑的意思是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我那天喝了酒，又睡得迷迷糊糊的。对，我肯定是听错了。谢云奇怎么会娶我当王妃呢？肯定是的。哎呀，不对啊，我那天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不要嫁给那个冰块脸，我想要回家。你说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大老远啊就听见你的笛声了，我顺着就过来了。你吹的这个是不是叫什么百花齐放、百鸟齐鸣什么的？反正我是被你深深折服了呢。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是在夸在下不错吧？何止是夸呀，我真的要给你100个赞呢。像你这样性格又好、多才多艺、长得又帅，要放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你就是一标准的大暖男。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往你身上趴呢。暖男？你那个时代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就是在我的家乡，像你这样的就会有很多很多小姑娘喜欢你。是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跟我讲起你自己的家乡。哎，你的家乡在哪儿？我的家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去。你想回家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谢啦，有些事你也是帮不了的。
你是不是还在为王爷选妃的事情烦恼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略有耳闻。你就真的不想嫁给王爷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跟那个冰块脸，一没感情基础，二没心动感觉，让我跟他结婚生孩子，怎么可能嘛？而且我深刻的怀疑，我跟那个冰块脸八字不合，要不他干嘛总揪着我不放呢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没什么，其实你不用嫁给王爷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会算。会算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就赶紧起来吧。干嘛呀？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，你就让我再睡1分钟。哎呀，你不能再睡了，皇后来了。什么？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小秋子，在。尹晴柔接旨，奉皇后慈谕，特召尹晴柔入宫学习宫中礼仪，以3月为限。若皇后满意，则正式册封为灵齐王妃；若皇后不满，则立刻迁回原籍，终生不得入京城一步。钦此。哦，民女领旨。学什么见鬼的进宫礼仪，我也不要当什么灵齐王妃。贤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贤姐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王爷，你的老子是皇上，那你也不能不问我的意见，就替我决定我的终身大事。再说了，我老妈还没这个权利呢，轮也轮不到你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赶紧放我走，不然的我就……不然怎样啊？好，算你狠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姑奶奶我的厉害！我，仙姐，能摆在你家的东西应该值不少钱吧？说不定还是限量版的吧？我就不信你不心疼！仙姐，看好了！哼哼，嘿！真是条好狗啊，这都能接到。等着！李章，尹姑娘愿意扔就让她扔个够，扔够了之后，你再原封不动地摆回去。是。谢言齐，我讨厌你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讨厌你！烦死你了，烦死你了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烦死你了！讨厌，讨厌你！你就这么不愿意当本王的王妃吗？对，一点都不愿意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这次你通不过母后的考验，不仅是你，就连阿广也要死。你，谢言齐，你混蛋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
哎呀，你慢点儿。大哥，咱们这是跑路，你别这么磨叽行吗？走。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德哥，是你啊？我就知道你又要逃走了。怎么，真的想好了？我当然想好了，什么林齐王妃的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我最讨厌就是考试了，我以晴柔最讨厌的就是考试。杜姑，你不是仙琪派来抓我的吧？我们可是朋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会帮你的。后门的守卫已经让我调走了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看还是趁现在。德哥，谢谢你。那我们以后会不会见不到了？有缘自会相见的。哎呀，太感人了吧！那独孤，再见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一会儿冰块脸追来了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！再见。哎呀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磨叽呀？阿广，你不是说过，你们男人只要说什么有缘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吗？哎呀，这些都是骗你的。一会儿啊，冰块脸追来了，快走！站住！二位这大包小包的，要去哪儿啊？关你屁事！哎你！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伤我三哥的那个丫头吧？怎么伤了人就想跑？我三哥知道吗？这位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不是我。带过去。哎，王爷，疼吗？啊，无碍，不疼。王爷，您一定要静养，千万不要有大的动作。好的，知道了。那你先下去吧。啊，臣先告退了。三哥，三哥，四弟，稀客呀！我以为不到年关，你是不会回京的。我本不打算回来的，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就听说我们家三哥居然也春心大动，在家里面藏了个姑娘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平时最爱看热闹，所以就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。这外面都是怎么说的？还能怎么说？说一向不近女色的三王爷居然开窍了，也不知道哪家姑娘这么有本事，居然能让铁树开了花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见了本尊之后，还真有点失望。你见过他？对呀。在何处啊？带进来。三哥，你得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我这人一向喜欢走后门吧，你这位小佳人这会儿都溜出城去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三哥，你看，来人呐，在，把广公公拉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走，青柔，青柔，青柔，是我要走的，你管阿广干什么？除非你老老实实进宫，通过这3个月的考验，否则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。你，我记住你了，还有你。哼！青柔，你不是说有缘自会相见吗？看来我们缘分真不浅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
弟啊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我来了这么久了，连杯茶都不倒给我，就急着轰我走啊？想喝茶回自己的府上，再不成，去宫里喝也行。三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这次回来就想看看未来三嫂长什么样，我可没想让父皇母后知道我回来。这恐怕来不及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改天顶当。启禀王爷，邱公公来了，说是奉了皇后娘娘口谕，接四王爷回宫觐见。三哥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要是不告诉母后，她责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看来你还真挺喜欢那丫头的。不过说了她几句，你就接着给她报仇了。三哥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看来我是应该禀报母后，你云游太久，是时候成家了吧？三哥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呀？我又不能丢下阿广一个人走。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你还不如被孔双双欺负呢。宫中过什么艰难，隐处思念，陶熏烦闷疏解，独孤园。小姐，小姐开门呐！错过了进宫时辰是要受罚的。不开就不开，阿广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，我就不开。小姐，你就开门吧，错过了时辰，喜儿也要受罚的。小姐，要我开门也行，不过你得让他谢元琪过来，我要看他阿广没事儿，要不我就不开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就开门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开门呢，小姐。王爷，您这是自投罗网，恐怕这盘又要输了。跟王爷对弈这么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王爷自毁城池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输了就是输了，本王可不是随意找借口推脱之人。来吧。启禀王爷，尹姑娘拒不开门，非要见阿广平安才肯开门。带阿广去见他吧。是。王爷现在是愤怒、忧虑，还是不忍离别呢？本王有何不忍呢？王爷说没有就没有吧。啊，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尹姑娘要进宫了，王爷不去送送？笑话，她是何人？还要劳本王大驾？那王爷不去，我去。你也不许去。这在下实难从命，尹姑娘也是在下的朋友，
朋友远行，定当送别。秦柔，秦柔，秦柔，阿广是你吗？是我啊，秦柔。阿广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三王爷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哎，除了不让我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本来就不爱出去，外面这大太阳晒的，我皮肤都不好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一听就知道你好的不得了。阿广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啊！尹姑娘，你快点，阿广你也见着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走了。知道了。尹姑娘，走就走。喜儿，你要乖乖的啊。青柔，你在宫里可要多加小心啊，可别再碰个容嬷嬷什么的。阿广，你就别吓我了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小燕子，也没有五阿哥可以罩着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那你说会比伺候孔双双还难吗？那就不一定了吧。杜哥，谢谢你送我的那个陶熏，虽然我不会吹，但是还是谢谢你。有机会我教你。真的吗？那拉钩。啊？哎，这样，哎，盖章，说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这仙曲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家阿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他要敢少一根头发，那我就让你跟他一样。好了，本姑娘潇洒去了，一边去。走了。阿广，好痛。住！住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些可比横店那些假玩意儿好太多了。这不会是真金的吧？皇后娘娘驾到！大胆，见到皇后还不跪下？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性格虽顽劣，但细细看来，还颇有几分姿色啊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奉皇后口谕，尹晴柔乃庶民入宫，吃穿用度一律按粗杂奴婢使用。
拿着吧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就把它交给你了啊！瞧他刚才那个行礼，再看看他这个站姿，都像什么呀？一般新人入宫，都是从什么开始学起的？回皇后娘娘，一般新人入宫，学规矩要从跪姿开始。那就去吧。是。跟我走吧。说两句就跪，早知道我应该缝个护膝的。哎呦，硌死我了！我这眼里头啊，可容不得沙子。想偷懒，小心戒尺。哼！这四王爷，果然是你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快走。本姑娘没空陪你瞎聊。怎么，刚进宫就被罚跪啊？你，四王爷，这新人入宫啊，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跪。这规矩好。邱公公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规矩？比如说，倒夜香、扫塔楼，或者……行了吧你，没你这样落井下石的。闭嘴！脾气倒不小。你知道得罪我，分分钟我都能要你小命儿吗？哼，你们这些富二代都这样，谢延琪这样，你也这样。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！反正我都进到这个大笼子里了，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。富二代什么意思啊？不对，你们应该叫做皇二代。皇二代？哎，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爸是皇上，江山是你爸打下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做过什么贡献？你是拯救过地球呢，还是促进过经济发展啊？你凭什么过得那么逍遥自在？反而是我们这些踏实努力工作的人，却要被你们这些坏人踩在脚下，啊，简直没天理！闭嘴呀你！有意思。哎，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四王爷，放开！你都拉疼我了，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那我也让你拉我，算是扯平了。我才不稀罕！哎，我好歹帮了你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哎，害我进来的是你哥，罚我的是你妈，我干嘛要谢你啊？行，算我自作多情。要不是我三哥喜欢你，我才不稀罕帮你。我还告诉你，要不是他，我还不至于这么惨呢。那这样吧，作为报答，你给我讲讲你和我三哥是怎么认识的。想知道吗？想啊。好奇吗？好奇啊。那我就不告诉你。你，邱公公到！哎呀，怎么办？糟了！邱公公肯定要拉我回去继续跪的。你要不要求求我呀？四王爷，你就帮帮我嘛！你可真行，变得可真快。废话，说两句软话就能免受皮肉之苦，这点账我还是会算的。四王爷，尹晴柔还没跪足2个时辰，老奴来带她回去。那怎么能行？四王爷，你不知道这丫头有多无理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她冲撞于我。如果我不好好责罚她，那以后宫中还有我立足之地吗？去回禀母后，就说我今天晚上让她打扫寝殿，一根头发丝儿也不能有，要不然我就让她天天倒夜香。不是，
这怎么，这么点小事儿还让我亲自去禀告母后？哎，不，四王爷，老奴这就去禀告皇后，告退了。太赞了！你这个皇二代还挺管用的嘛。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你得罪于我，该罚。不至于吧？你个大男人这么小气？怎么不至于啊？除非什么？我可是良家少女。你太有趣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尹晴柔被四王爷带走了，说是冲撞了他，他要亲自惩戒。老奴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回来禀报了。老四啊，四王爷跟你说要惩戒那个奴才是吗？是。哼，表弟一向花样最多了，尹晴柔在他手里一定没好果子吃。哥哥，这个尹晴柔果然大胆，连表弟都敢得罪。我看不如就让表弟好好出出气，也给这个尹晴柔一点教训。也好，不过小秋子，你看着点，毕竟那个尹晴柔是老三送来的人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哎。王爷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？本来是要休息的，但突然听到如此悠扬的笛声，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看看。王爷见笑，很久没有吹奏了，有些生疏了。这笛声时而婉转，时而高扬，如泣如诉。想不到你也有思念之人呐。我有点想家了而已。哦，从未听你提起过家中之事。我自幼家遭巨变，我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死在自己的眼前，我命他逃过一劫。今夜月圆，触景伤情，所以用这笛声来慰藉自己思念亲人的心情。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身世，本王却全然不知。亏我还总以知己自称，惭愧。没什么。不知仇人现在身处何处？如果你需要复仇，我可以助你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相信老天让我活下来，也不愿意看到我背负着仇恨过这一辈子。哼，本王最欣赏的就是你的恬静和淡泊，想不到你还如此超脱，真是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啊。应该是独孤的荣幸才是。王爷，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出身，还一直把我当知己，你才是我的贵人。好了好了，你我二人不必再客气。王爷，王爷，但说无妨。啊，禀王爷，尹姑娘入宫以后，皇后娘娘觉得她没规矩，给罚跪了，结果让四王爷带走了。被老四带走了，那是为何？说是冲撞了他，要责罚他。王爷，要不要入宫看一看？他活该，与我何干？本王累了，独孤你也早点休息。干。
你这个人不错。怎么不错了？我刚开始还以为你要潜规则我呢。潜规则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还年轻，不懂。小伙儿，好爽，比你那个三哥强多了。来，干！来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和我们家三哥怎么开始的呀？请注意，没有开始好吗？啊？你三哥突然让我嫁给他，还有没有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了？他想娶就娶，本小姐还不愿意嫁呢。你说的那些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，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当然了，你三哥为了整我，让我进宫，可我尹晴柔也不是谁想捏就能捏的软柿子。再说了，我决定一定要通过这次考试，然后当众反悔，让他难堪。你这么说，好像不太喜欢我三哥。那当然了，谁会喜欢个冰块脸？大夏天都能冻死人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俩倒是挺配的。我呸！我呸！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……不对，在我们家那边，电视剧里一般说了这样的话，最后两个人肯定是要在一起的。我重新说啊，不管天下的男人死没死绝，我尹晴柔都不会嫁给谢延庆。哎，喂，哎，醒醒！哎，来人！三哥哪儿找来这么个丫头啊？启禀王爷，探子回报，昨晚尹姑娘好像进了四王爷寝殿，至今还未出来，而且他们似乎还喝了酒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喂，起来，把醒酒汤喝了。你别烦我。哎，你。三哥来了，正好，你把这醒酒汤给他喝了吧，我是拿他没办法。以后离他远点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吃醋？我是劝你别失了自己的身份，跟一个丫头把酒言欢，成何体统？三哥，你这话像是从母后嘴里说出来的。哦，我和他把酒言欢不像话，那你想娶她，这算什么呀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那我的事儿也不用你管。我再说一次，以后离他远点。明白了，小弟遵命。还说不是吃醋。娘娘，这丫头胆子太大了，昨天晚上竟然夜不归宿。您看，人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？刚才明明不在呀。下回查清楚再说。娘娘恕罪。尹晴柔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洗漱？晚了罚跪。我知道了，公公。我是怎么回来的呀？算了，
管他呢，反正也没被罚。哎，难道是谢元琪帮了我？皇后驾到！平身吧。谢娘娘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接受邱公公的严格训练。3月期满，如果还不能让哀家满意，别说和琪儿的婚事不成，就连你，终生不能踏入京城一步啊！太好了，我保证不会再回来。要不我现在就走吧。哎，不过你得让三老爷放了阿果。放肆！姑姑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想偷懒。皇后娘娘，您放心，这些年在老奴的手下，就没有不受教的。把他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嫣然，咱们走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。打今儿起啊，我要教你皇家的品德，辞令、礼仪、女工，教你行莫回头，语莫翻唇，坐莫动膝，立莫摆裙，喜莫大笑，怒莫大声。你呀，要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受着。不过我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啊，你要想学好，那也是难呐。这呀叫处变不惊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找我打呀你找我打呀！哎呀，打不着。讨打！女人呐，得知道遵从3从4德。这3从呢，是未嫁从父，继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还有一个4德，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和妇尊。听着啊，你讨打呀你！公公，我听说的3从4德可不是这样的。3从呢是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讲错要盲从。4德呢是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呢要舍得，老婆生气呢要忍得，还有老婆生日要记得。不是，这哪儿来的歪理邪说呀？这是你讨打呀你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胡说。
皇宫里经常有冤魂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什么事情千万别来找我呀！这是什么啊？咦，酒？哦，是药酒。这谁会这么好心呢？肯定不是圣诞老人。超人，独孤超人，一定是他。小秋子，在。你教那个尹晴柔也有一段日子了吧？不知其可有长进呢？这为何吞吞吐吐？哀家不是让他每天多练字来着吗？拿来我看一看。是。这写的是什么？诗词呢？他写的是挖掘技术找蓝翔，一节更比6节强。韵脚倒是押上了，什么意思？老奴也没弄明白。女工呢？再拿来我看一看。是什么？好像是鸳鸯戏小鸡。宣尹清柔上殿。哎，宣尹晴柔上殿。你自己说说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，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错了，我可是零基础。一无是处。啊，皇后娘娘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赞同了。我会的东西可多了呢。你自己说说，你会什么东西？我啊，什么洗衣做饭煮咖啡，砍价拎包背台词，哦，我都做得可厉害了呢。你说的这些，哀家都没有听过，你分明是在狡辩。小秋子，在，带他出去，先跪2个时辰再说。给我好好治治这张利嘴。是。皇后娘娘又跪呀。走吧，别再让老奴亲自动手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什么嘛，古代人天天闲着没事儿干，动不动就跪。我可怜的膝盖啊！我今天回去必须缝个棉貂，以防万一。难道古代真的有圣诞老人啊？想什么就有什么。难道又是独孤园？真的好感动啊！没想到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朋友，在宫里都有后门。
会久了腿麻了，我稍微动动。怎么是瘸腿的节奏啊？哼，活该！谁让你老欺负我？儿臣参见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今儿怎么一起来了呢？倒是新鲜呢。母后，你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。我们不来你念叨，来你还念叨。三哥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要不是被迫住在宫里，你会舍得来看我吗？我就知道母后最疼我了。我倒是好奇老三，平日里1个月进不了1次宫，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小秋子，三王爷这是这个月的第几次了？哟，这个老奴也记不清了。如此看来，该走的人是我了。儿臣先行告退。站住！既然来了，就陪母后用完膳再走。你就不想看一看你的那个尹晴柔被哀家调教成什么样子了吗？那倒也不妨一看。小秋子，在。奉茶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四王爷。母后，看来你的方法不太灵啊。儿臣恳请母后对这个尹晴柔严加调教，务必让她成为本国女子之典范。先请你。本王的名讳也是你直呼的吗？母后，你看他还是野性难驯，日后就劳烦母后费心了。好说，关乎到皇族的威仪，母后必定尽心尽力。母后，你看今日阳光明媚，咱们也别在屋子里面闷着了，去花园走走如何？也好。晴柔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今天就休息一下，好好陪陪老三。好啊，好呀。奴婢遵命。我就说这个中年老妖精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原来是你们吃着我看着，你们坐着我站着，居然还把杜嫣然叫来了，分明就是想让我难堪嘛！去添点酒来。快点儿，磨蹭什么呢？要添酒为何自己不动手？打扰了本王听曲的雅兴。也对，万一杜大小姐不小心打翻了酒壶，岂不是更骚雅兴？你真是越听越好听。儿臣献丑。嫣然呢？不如你也来一曲如何？好啊。
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老三，母后，你觉得呢？表妹自幼勤学苦练，琴艺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晴柔估计也不差。我？晴柔啊，要不你也弹奏一曲给母后助兴如何？你说什么呢？晴柔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不要勉强自己呀。有嫣然、珠玉在前，确实难为你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。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让你们听点没听过的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停！这都什么靡靡之音，淫词俗曲的，给我退下！就没一样能见得人的吗？学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会。不就是吟诗作画、弹琴诵曲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无其缘，今生偏又遇见他；若说有其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幻？哎，我三哥一看你掉到水里，就奋不顾身的救你，还不谢谢我三哥的救命之恩呢？我凭什么谢他呀？明明是他坑我，好不好？非让我展示才艺什么的，自己笨得像只猪，还赖在我身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天天欺负我，今天还害得我差点没命，还说我笨。是，我是笨，我最笨的就是明明逃走了，可我却又回来了。我最笨的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贤妻，你要真这么讨厌我，一刀杀了我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们小两口先聊，我改日再来啊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谁小两口？你误会了。贤妻，你就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快把衣服换上，病了可没人管你。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这么不分轻重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，表哥他会那么着急的去救那个尹晴柔啊。即使是你表哥没事，可万一那个尹清柔有个三长两短，老三还不埋怨我一辈子吗？姑姑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我是打算让那个尹清柔知难而退，可我不是要她的命啊！下回绝对不允许再这么胡闹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灵齐王到。表哥，儿臣参见母后，清柔已无大碍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快去喝些汤药吧，万一病了怎么办？小秋子，不用了，儿臣来是有话要说。尹晴柔是我魏国门的王妃，就是我谢延琪的人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我一人可以让她受委屈。母后，今日就请您给儿臣做个见证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是谁，若是与晴柔为敌，就是与我谢延琪为敌。
我的话说完了，儿臣告退。表哥，你看你这下怎么办？胡闹！这个谢元琪真奇怪，对人忽冷忽热的。你说他要对我好吧，那不应该送我到这个破地方来活受罪啊。你说他对我不好吧，那干嘛还跳下水救我，还给我送衣服、送补品什么的？古代人的思维真奇怪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完了，我难道要感冒？这可是在古代啊，万一得个肺炎什么的，那可是不治之症。既然没人可怜我，那我必须得对自己好一点。要不先洗个热水澡？哎，不行，没有木炭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皇后娘娘，跟她借的，她肯定不在乎。哎呦！原来邱老头得了风湿啊！今天降温，这阵儿肯定是犯病了。难怪上次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活该，谁让你老欺负？不行，尹晴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那不就和邱老头一样了吗？邱老头，算你走运了。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出去！你的小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哎呦！等你腿好了，你再收拾我也不迟。哎，你……哎呦！风湿什么的最头疼了，恨不得疼起来两条腿都不要了。你这算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是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呦！等着。哎呦！怎么样，舒服多了吧？感觉是舒服了点儿。哎，邱老头，你呀，以后一定注意你的房间要多通风，饮食啊一定要清淡。哦，洗漱要用温水，记得睡前要泡脚，要将双足浸入含有中药配方的汤药中，这样啊不仅有助于血液通畅，还可以消肿痛、祛风湿呢。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，怎么懂得这些呀？啊？在我老家呢，我父母也有风湿，照顾的久了，自然就懂了。